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9号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不满单局提名做监察院长，国民党去占领立法院说失败。民进党团在今日召开临时会，表决通过可减量议人数同意权案投票。振兴三倍冠对这礼拜三开始注盆，今仔日行政院召开记者会，教民众安怎注盆安怎领。因为天气变热热，甲部分地区有禽流感的关系，鸡肉产量变少，价格也直直起。不满监察院人事提名名单，国民党2倍下晡总入到立法院占领议场，佮用铁链甲议场的大门连起来，强调讲无甲单局换落来就无爱退场。不过民进党无到中昼就甲主席台抢倒转来，表决通过民进党团所提出的临时会甲案件，伫咧下晡也随召开临时会，表决通过考试院监察院的人事同意权案投票。国民党立委28下晡向甲立法院议场占调的，规暝拢守伫议场内底，就是要表达因对监察院人事提名名单的不满，佮强调无甲单局换掉，因无要退场，一直到隔工早起11点外，民进党成功率双方爆发冲突。民进党利用工具破坏铁链强力排除国民党的阻挡，1点钟左右，甲主席台抢动的立法院长尤锡坤嘛顺利徛起迄个位，哪里是一党占一层，拢咧发口号。搁伫一阵混乱当中，表决通过民进党团所提出的临时会时定，也有临时会议案，还是不敌民进党多数暴力。然后我们还是通过了，你看我讲的完全没错，他们通过了议程没有任何在野党的提案放得进去，他们就是这么阿爸。你用攻击性的，完全毫无道理，说审计必须换掉，这个不可能接受的嘛。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批评国民党团的作为，民众党团是呼吁把名单提回去，时代力量是主张加开公听会。不管蔡总统认为有多么的跨党派，我们目前看到确实没有跨党派；有多么的多元，我们认为很多还是酬庸性质，这些都让我们认为这20几个名单确实不宜现在就提出。那我们认为说要来面对这个广大的反对或是质疑的声浪，所以我们认为说立法院该要召开这个公听会，考监人事案的公听会。各地国民党守伫议场的同时阵，第8总司伫场外号召支持者来声援，因阁有拍算要甲骑马杀落倒，甲警方发生冲突。立法院内底外口拢无兵争，但是民进党由原以实处的优势，29下晡顺利召开临时会，各烦恼国民党会阁闹场，一直到开会之前，民进党立委拢一直点伫主席台顶。经过表决，考试院监察院的人事同意权案已经交由专业委员会审查，同意权投票会分别于7月初10，搁有17进行。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国发会在今日公布5月景气对策信号，是代表景气变弱的黄蓝灯。另外，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公布6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调查，总数是68.77点，比顶个月起3点高。主要原因是台湾的防疫做了好，振兴券也特别推出啦。不过，有学者也提醒讲，若准欧美国家的确诊人数一再增加，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未来可能就要靠国内的市场来救经济。国发会发布5月份景气的电号，连续3个月是代表变弱的黄蓝灯，综合判断分数18分，比4月份减1分。国发会分析，就算疫情的负面冲击一直减少，不过景气还是出现衰退落来的状态。我觉得领先指标有点收敛，它虽然还在下滑，可是它下滑的幅度，我觉得这个月看起来有比上个月稍微缓一点。那也有2项是表现转好。我觉得要继续的观察，至少我们看到领先指标它的跌幅没有扩大。国发会表示，政府加速推动公共建设，还有进行3倍券、安心旅游购入补助方案等等刺激消费的措施。但是，国际机构针对全球经济贸易展望也是较悲观，台湾所面对的外在挑战也是要注意。另外，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嘛公布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调查，总数是68.77点，比顶个月是提升3.9点。学者认为，讲欧美的确诊人数也是一直创新高，会去影响到台湾的出口，未来也是要靠内需来救经济。我们今年基本上主要是看内需，那政府现在在做的就是3倍券，那这个对我们的消费会有点刺激。
先把那个国内的服务业先拉上来。这波的疫情，它也让很多台商回流的速度有在增加。今年的国内投资可能还比较 OK。有些景点它会就是设计很像 villa 这样子，可能会去体验1、2次啊，但是可能就不会第3次，因为还是会腻。政府就是要跟产业界好好来思考，只靠国旅有限啦。哇，您看这光也最多就到垦丁去而已。学者嘛认为讲，若是后面疫情继续恶化落去，下半年出口甲制造业的冲击较大，尤其是国内制造业占出口的70%，未来若是出现严重衰退，今年的经济成长率要保一度困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特别施行的振兴3倍券，对咧这拜3开始就当资本咯。今仔日行政院也开记者会，教民众安怎资本、安怎领，也要说明讲未当使用的范围。振兴3倍券7月初1开放预购绑定，15正式上路。到底安怎使用？早起行政院召开记者会，教民众使用方法，拢总有4种方式，分别是纸本、行动支付、信用卡甲电子票证。预定的方式跟你预定口罩的方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没有读卡机，就是开健保快易通就可以登录了，让你输入身份证的号码、姓名、手机号码之后，选择取货的门市。这摆3倍券有纸本券预购甲数位券绑定。伫纸本券部分，1张换3张，民众会当到超商官网预购。时间只开放2阶段，分别是7月初1到7月初7，参8月初1到8月初7。预购时会当选择要伫倒一间超商，还是药妆店、超市领。领券时间是7月15，还是8月15以后。当日民众也会当伫7月15早1000块，甲相关的物件到邮局买。3倍券的防伪规格也甲支票同款，将3倍券向顶面照光检视，会当看到倒屏下面甲稳状面下的数字是深色，当90度了后会变成翻白数字，用手摸纸面会有扑出来感觉。最后轻轻啊当3倍券伫倒屏顶面角的面下数字会呈现金色甲青色的变化。另外，3倍券排除电商适用，也毋过线顶付费，实地体验的业者会当独立适用的白名单，像2天院卖票、主题乐园、电影院等拢列入。不能用的地方就是第一个是不能买烟哈，那再过来就是税跟费哈，买金融商品这一些都是我们不会去开放的。那当然没有体验的网购商品也是不行。另外，3倍券甲便当找钱，王美花表示无禁止，也毋过3倍券禁止私下现金交易，一旦被抓到，而且事情明确，伊规定会当取消对领资格，也毋过对亲戚朋友之间的转让行为，法规上无法控管。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振兴3倍券以外，国内的安心旅游7月初1也特别实行咯。卫福部长陈时中甲交通部长林佳龙在今仔日做会到东北角去行销观光，针对着5日节连假种种的交通问题，林佳龙也回应讲，各种分流的管制措施拢会做伙检讨。甲沙雕喙暗拆落来，代表防疫的新生活。7月初1，安心旅游补助方案就要启动。只是5日节的连续假期，国内旅游已经大爆发，真侪所在拢塞车，景点的乱象真侪。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连假了后，各种分流的建议拢会检讨。路就是这么宽，各种分流的措施，这里面基本上包括时间的分流、路线的分流、载具的分流。好，甚至有提出说是不是用车牌的号码去分流哈，我们也都会纳入好来进行检讨。面对国内旅游大爆发，卫福部长陈时中一方面欢喜，但是嘛真烦恼。烦恼讲人侪的时阵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还有讲人若是真侪时阵，嘛是爱挂喙暗接洗手。那我相信，在社区里面还有一个零星的感染源，应该是有的。这我从来没有否认这个事情，所以我才说我们在防疫新生活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防线要做好。但是需要不需要担心？我认为不需要。针对进前对台湾登去日本的女学生，伫机场去互验出肉阳性，陈时中表示，相关单位已经在追查社区的感染源，希望用血清的抗体来找出感染的过程，互国人免伤过烦恼，但是嘛爱甲国人的防疫措施做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开放桃园机场，互国际旅客转机了后，在今仔日又搁放人外籍人士甲港澳人士入境。头一天就107人定位，因也坐3座飞人机班对香港、澳门入境，因入境了后也爱在家检疫14天。飞人机慢慢降落来到桃园机场。
旅客挂嘴暗，穿防护衫，陆陆续续为机场来行出来。旅客中有中学生拖着行李准备来台办理毕业手续，也有翁婿看到囡仔，身上佫爱着婴仔，甲家后同齐带囡仔回台读幼稚园，表示等真久总算会当来台。这样就 OK 了。旅客入境通关前还要填写健康声明，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协助完成检疫作业。留学而已。对，学生毕业生，我们来拿那个毕业证书而已，不用再担心说要延迟毕业什么的。小孩上学哦，很安心啊，很安心哦，终于回来了。也有入境旅客表示，伫港版国安法草案通过后，哪来哪侪香港人想要移民出去，大部分东京的台湾也安尼成为热门地点。也有马来西亚、泰国甲新加坡也是香港人选择移民地点。多一点，我旁边的那些朋友全都是台湾的，都想来台湾。不论是投资移民还是专业的。咱国边境管制渐渐改进，继续立国开放桃园机场转机后，应用商务经贸交流甲人道因素等需求，立国阁放宽外籍香港、澳门人士入境。头一天在航班为港澳飞往台湾，有107人订飞，要准入境台湾的外籍甲港澳人士，伫航空公司报到前，爱主动出示登机时间前3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英文版，并且配合入境后提出检疫10天。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会关心中国疫情。中国北京今夜变做第2批武汉肺炎的重灾区。这18天以来，北京就增加318人感染，其中有一间伫丰台区的饭店逼出23人感染。官方除了管制出入以外，也进行大规模的采检。另外，亲像进口的冷冻海鲜，也拢爱加强管制甲检验。怎么对待这些街坊四邻呢？给人家添了麻烦太多了。知影家己会当出院，除了感谢之外，也感觉真歹势。今年56岁的好先生，伫6月初前往北京生活第市场采购，却因为继续发烧，成为肺炎确诊个案。经过20多天的治疗，今嘛总算会当出院啊。口罩也不好好戴了，所以这个就被尴尬了。我是13号进来的，20来号做那个核酸就变了。可能在近期呢。会有患者呢陆续达到出院标准。现在呢，主要是有些患者核酸还没有达到出院标准。北京地段病院是这波疫情中唯一收治确诊个案的病院。伫最近18天以来新增的318件个案，全部拢收治伫这。新增确诊病例12例，本土病例7例，均在北京；新增疑似病例4例，均为本土病例，均在北京。中国爆发第2波疫情，相关单位唔敢无犀利，除了严格限制进出之外，也采取大规模采检。北京丰台区一间饭店，伫2天内传出23例确诊，官方要求全体员工拢爱进行核酸检测。同时也启动冷库排查，进口海鲜类食品拢需要提供核酸检测合格证明才会当卖。另外，伫朝阳区的大洋路市场，佫较设置全北京第一个核酸检测快检站，平均2分钟就会当完成检测流程，10点钟之内就会当得到结果。为了这个控制这个疫情，将那个人跟车进行了分流，给我们上了这个几道系统，每个门的安装一套，包括人脸识别，看这温度这测出来了。疫情继续引起关注，官方宣布28为止，北京已经完成768.7万人的核酸检测，并且进行扫码检测，希望会当为检测单开始监控，会当防止疫情伤害佫扩大。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的天气，6月台北气温是一直愈来愈悬。在今仔日下晡1点外，台北出现38度高的高温，是6月以来上界热的纪录。对于拜2到拜4各地头也是又温热又湿。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伫咧拜3时啊，可能会落大雨。天气小忽忽，前往新北市富隆海水浴场耍水，观赏沙钓的民众拢加回沙假日。伫市区的台北盆地也真翕，6月份台北车站观测到37度以上的天数已经达到10天，38度以上有4天，尤其2到拜1下晝1點15分左右，飙到38.9度，已經創下台北124年有記錄以來6月份上高溫紀錄，也創下台北史上無論月份的第2高溫紀錄。那38.9度也是台北6月的一个历史新高温。
也是台北的一个历史第2高的一个温度，那仅次于2013年8月8号的39.3度。而且上热6月天唔若出现伫台北，气象局指出，也佫有家人先到宜兰花莲。今年6月份的平均温度拢是史上上悬，也过随着地平风场转为西南风。6月30这礼拜2，中南部爱咸风大雨到7月初1拜3、初2拜4，全台各地拢有局部强降雨。主要的降雨的话，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就不限于在午后，是其实在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也是有降雨的一个几率。那只是说中午过后，其实各地的降雨的话范围会比较广一点，那出现瞬间的一个大雨现象也会几率是比较偏高。唯一的话就只有靠台风来才会降温，但是台风没有来的话，就是持续会这么热的天气。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台风有机会生成，应该是在7月下旬。也毋过7月初3拜5到初5拜日，太平洋高压势力会阁增强，各地油源高温烧大，民众也是爱防范着沙。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鸡肉的价销是直直起，是因为天气烧热，甲部分地区有禽流感的关系，影响到肉片的提供，也因为量少价销悬，真侪便当店也拢直咧话讲，鸡腿的成本伤过贵啊，若准起价又阁惊无成立。上好的鸡腿要落鼎进前，师傅都爱先甲掠冷一下，落鼎了后，随时都爱注意伊的温度，也搁爱甲翻叮当。不过讲到逐只鸡腿的成本，师傅讲真正是愈来愈悬。新鲜的那个鸡腿就是有涨价，哎呀，那其他的你说要加上粉料的钱什么的，那个至少一只要多2块钱。甲整甲所有的鸡腿摆出来，这间主要卖鸡腿饭的店，因为伫咧东海大学附近，人客以学生甲上班的人为主。虽然鸡肉的价销一直咧起，学区附近的竞争搁济，不过鸡腿饭的价销上真磅也是定伫咧80块，因为若起伤济，人客恐惊都会走了了。然后差不多70、80吧。大概80块应该还可以啊。哦，那超过这个价格会再买吗？因为现在鸡肉比较贵。哦，那应该不会了。我们这边都是学生群比较多了，如果一涨的话，我跟你讲，太多选择了。业者讲，敢若当尽量家己吸收，因为鸡肉的价销又搁创下新悬。根据台中市饲鸡协会的资料，禽胸伫咧3月份1公斤差不多是40块至50块，不过6月份煞起到1公斤75至80块。也若国产的鸡腿是起搁较济，为3月份1公斤60块到70块，6月份已经起到100多块啊。也若国产甲进口的价销嘛差真济。以鸡腿来讲，国产市场进货的价销为1斤72块起到89块，若换做公斤来算，都要120块。我觉得台湾大概少了将近40万只的种鸡嘛，产能就少了，约略大概就是160万只的小鸡啦。那你每个月这样子循环下去的话，到市场端的影响就很大了。台中市饲鸡协会表示，进口的因为有冷冻过，食起来价减有差。另外，因为目前的天气较热较热，拍种鸡的产量减少，所以鸡仔囝的量嘛相对无够。加上部分地区阁有禽流感，互国产鸡的量变甲阁较少。按算爱到秋天了后，才会豆豆个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国发会在今通过桃园铁二路地下化的综合规划案，未来会开上千亿做5个全新的地下化车站，经费是由中央负担75%，地方负担25%，按算在2030年会当全线通车。代替来你车头边的这个平交道打设或就是上架伫咧大路边来去的车真多，当地民众讲上下班时间视线死角真多是真危险，在地人拢期待铁路地下化。有时候反应不及，那个东西铁栏杆炸下来会刹车不及。内壢现在最近几年都很繁荣，所以人口快速的增加，有必要。国发会8日宣布通过交通部提报的桃园铁路地下化综合规划方案，除了桃园内壢、中壢3座原本的车头以外，增加丰平、中路、永丰、中原、平镇等等5座通勤的车头，全长17.95公里，总经费1047.1亿，由中央负担75%，地方负担25%。时间的期间，代替原本的3座车头也是会继续营运。综合规划核定之后9年。既有的车站，也就是原来的桃园站、内壢站、中壢站，会转为地下。那另外5个通勤车站，则在第10年的时候变为这个启用。桃园铁路拄过计划转做地下化了后，因为时间悠长，会去影响桃园捷运的规划。然后桃园捷运新增加车头通车的时间，若是桃园铁路地下化的经费加1000亿。705由中央负责，学者认为唔若违反财政伦理，嘛无符合审查作业。新增的基
计划内容，当然是要由要改变的这个人自己来负担嘛。我们可以说我现在要求要改变，然后我改变以后新增的费用还是要中央来负担，这个就不合这个财政的伦理了。交通部后来在铁路立体化在这个大概2012年间左右有订定一个审查办法，可他这个案子因为是更早的时候所以就用专案审查。桃园铁路地下化过去一直有争议，交通部强调讲，桃园铁路地下化是桃园铁路规划的地体方案，是以专案审查方式来通过，即马已经确定啊。交通部甲桃园市政府的立场是同款的，希望讲会当解决当地交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24，台中火力发电厂搁甲2号机停放，台中市政府3天就去稽查3摆，之前也该因还200班。台中市环保局也表示讲，依照法规，第2摆、第3摆的稽查结果会合作一张间还2000班。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强调讲，会透过合法的行政抢单继续处理。另外，环保团体也要求讲，要有第3单位来监督。中火重启机组毫无正当性。环保团体伫台中市政府前的广场抗议，强烈反对台电中火2号机重新来启动，同时提出第3方监督的机制。台电不能够依照就是说环保署单方面的背书来去重启这个中火的2号机，基本上它是违法的。地形上对中火重启2号机犹原是反弹强烈，国民党议员29号嘛继续第2天伫中火门口静坐抗议。再用我们的谎言来圆谎，我们不排除会有更激烈的抗争。针对台电坚持重启中火2号机，而且表达透过行政程序来反击台中市政府的罚款态度。台中市长罗秀燕态度真强硬，表示用拍好的决心，强调除了罚款，嘛用司法途径来函送负责人。我们不只要打苍蝇，更要打老虎。中火跟台电不能因为他们是老虎，是国营事业，他们可以豁免，他们可以有特权要求台中市政府包庇。对这个问题，台电董事长上午亲身来说明，批评台中市政府否定中央主管机关决定的做法，嘛讲伊对中火重新启动的政治甲民刑事的责任，伊完全来承担。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一个单位可以自行认定上级主管机关的处分无效。如果台中市政府一定要有入人于罪，才能善罢甘休。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台电董事长表示，中火下届上届是开9部的机组，用电检方会控制伫无影响空品的范围，承诺法律所规定的成本容量1260万吨未超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2个月前，台北市的钱柜 KTV 发生火灾，到今所拢无公布调查结果，而且受害者也表示讲，钱柜伫甲因讲和解时阵态度真摇摆，也批评市政府拢无伫处理。在今仔日，钱柜受害者自救会就决定要提起团体诉讼，要求台北市政府着爱赔偿。不过，台北市政府在今仔日也公布，消防局的副局长以及着火灾预防科的科长拢记过一摆。对男生道歉，对男生道歉，申请团体诉讼，申请团体诉讼。4月2日，钱柜林心店发生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55个人受伤。经过2个月，台北市政府到今还未对钱柜做稽考也是这款告发。受害者自救会2号开记者会，指控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无任何作为。我是第一批逃生出来的，因为到后面的时候，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逃出来。他们说我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钱柜可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政府的不作为。我没有证据啊，现在都是新闻记者讲，就是说哦，他把消防设备关了，可是有没有证据？我去消防调查报告，我去消防局，我自己去了3次，我打电话讲了1个小时，侦查不公开。自救会律师指出，目前已经甲钱柜和解受害者大部分拢是轻伤的人，真正重伤也是死者家属和解的比例是较低，而且伫咧协调会顶悬，钱柜的态度真摇摆，佮呛声威胁讲，若是无和解，诉讼爱用几啊档。但是市府的律师团说，总是爱受害者接受和解，和受害者无法度接受，所以自救会正式向台北市法务局提交团体诉讼意愿书，而且向台北市政府提出国赔。市府律师团并不是真正为他们谋取权益，所以我们目前已经有20位受害者要一起来提起这个集体诉讼。受害民众如果有意愿要走这个程序的时候，我们都会请专家来帮他们2造做一个条件上的和解。
另外，台北市政府针对前几火灾案件处罚的名单嘛出来啊，消防局副局长毕佑明、甲火灾预防科科长因为无做好监督的责任，拢叫记一支上重的。其他消防局相关人员是记新界，动法局副局长还有建管处的承办员嘛拢互记一支新界。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咱所来关心到中国因的迄个所在安全。伫咧中国西南部甲长江流域受到江淮气旋影响，四川甲湖北等拢总有26个省市当咧做大水。四川上部有12人死亡，10个人失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头摆指示讲，伫咧做大水期间，各部会都要加强协调，固守到人民的生命安全。大雨正做水灾，甲河川两边的徛家冲歹去。消防人员本做过来小组顺着河川找找失踪的人。受到江淮气旋影响，中国西南地区甲长江流域这个天一直落暴雨，26个省市的农产、徛家甲桥梁拢乌有去。四川面临的灾情严重，至少有12个人死亡，10个人失踪。救援人员紧急甲居民合作，搭布棚做临时的避难所，佮协助居民安大气的心跳，佮透明送物资入避灾区。是这个沙点的时候吧，这暴雨那个对，这是暴雨来了，涨水了，再看就是我们一起来了，这个那个公路上是一路全部都是人，全部都是手电筒。湖北省真侪市区甲9000台车拢泡伫水内底，其中宜昌的降雨量佮创下一天超过272毫米的历史纪录。救援人员由小船甲民众救援出来，佮分发物资。就转移和疏散吧，有200人左右，然后现在还正在救援中，送物资。现在主要的目的是把那个不愿出来的，在那个高处的，把物资送到他们家里面，保证他们基本生活。各地做大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头一届作出指示，要求各地区的相关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性命至上，统筹协调做好防治水灾甲风台工作。根据中国中央气象台预估，这届大雨了后，7月7日开始，四川到长江的中下游地区会阁发生大雨，受害的区域有部分拢同款，降雨量是过去的平均数值的1倍到2倍。未来10天有原爱严防做大水。记者陈世彤今日报道。接落来，咱来看美国疫情。讲到美国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到2月已经超过254万人确诊，12万人5700多人死亡。一寡重灾区也开始限制因的店家甲娱乐场所营业。因的副总统 Pence 也去到德州视察，挂水暗出席记者会，也希望大家要遵守防疫，特别是少年人。副总统潘斯认为，少年人无咧要依防疫规范，是美国最近疫情搁再加悬的原因之一。伊视察疫情的重灾区德州，甲州长艾伯特做伙参加记者会的时阵，亲身挂喙暗示范互大家看，尤其是希望少年人为着分尸边的亲戚朋友，嘛会当照咧做。Wearing a mask is just a good idea. From experience, will slow the spread of the coronavirus. 伫咧美国中南部的德州，洪认为讲是疫情还未稳定，就放令禁令的其中一州。That COVID-19 has taken a very swift and very dangerous turn in Texas over just the past few weeks. Daily number of cases have gone from an average of about 2,000 to more than 5,000 per day. 美国过去这4天，逐天确诊的人数拢超过4万例。西部甲南部人口较侪的州，确诊的病例直头增加。福州甲德州拢暂停第2阶段解禁的计划。福州的州长承认讲，新增加的感染人数是称冠甲真凶。过去24点钟内，就超过9500个人确诊。当局宣布7月初4，国庆日的假期，当地海墘会关起来。也若疫情真严重的迈阿密，可能会重新实施居家防疫。另外，加州嘛因为疫情搁再加悬，州长纽森重新推出防疫措施。部分地区的居民互要求讲爱踮伫咧厝里。也若旧金山是暂时无要重新启动防疫措施。另外，洛城甲其他6个郡的酒吧下令关起来。这7个郡的人口有1350万人，占规个州人口的1/3。洛城的酒吧这个月19才批准搁会当重新营业，等于是开店无2礼拜，就搁爱休困。美国工会专家认为讲，这几个州疫情会搁反苦，而且遮尔严重的原因，是因为伤早解禁。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到印度因的确诊病例特别超过55万人，是世界第4严重的。也因为做全面性的体检，验到致病人是愈来愈多，却是无法度做详细追踪甲杂症的治疗，互防疫这项工作变作是上界艰难的任务。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在超过54万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中，首都新德里的病例就有77000多人。和新德里成为印度疫情所在原因 ，BBC 的分析认为，确诊病人的接触史追踪不足，私立病院之间欠横向协调，甚至行政体系、官僚作风甲政党派系的竞争，拢互防疫工作不顺利。虽然有关当局决定要推出大规模的防疫行动，也毋过新德里都会区大约2900万人口。卫生单位只会当随机抽样26000人做体检，同时体检的结果的资讯无法度快速流通，隔离设施卫生条件差，地区民众想尽办法避体检，防疫效果大打折。对确诊病人的治疗也真有问题，虽然有讲是10万个病床的超大临时病院员工，也毋过第一线医疗主管甲中央卫生官员却有同款的烦恼。Proportionately, we require a lot of manpower. We have collaborated with a lot of institutions. Staff एक बड़ा चैलेंज है ट्रेंड मेडिकल स्टाफ एक्सपीरियंस मेडिकल स्टाफ मिलना नो एज आई सेड अगेन आई से कि दुनिया का कोई भी मेडिकल सिस्टम इतनी बड़ी महामारी से एक्सपेक्ट करके नहीं डिज़ाइन होता है印度的防疫问题也唔难呢。虽然近来有超过6%的经济成长率，也毋过好野产差距严重，有达到1亿7600万人，逐工所得加过新台币56块。伫公共医疗不足，民营病院贵到互小市民唔敢去，像私立医疗机构的普通病房，一工就要新台币9700外，刚好病房顶级的逐工要达到28000块以上。政府下令部分旅馆改做隔离简单的住所，答案嘛爱3900块的新台币，是一般印度上班族平均日薪的4倍外。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伫今仔日发布2份公约的第3摆国家国报告。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最近台湾有真侪人权的实际推动，亲像是婚姻平权、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等等，台湾实在是无简单。按算伫12月初10会提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希望未来台湾上水风景就是人权。我生长在一个威权的时代，看到的是政府用政治的力量、用国家的力量来限制人民的种种。行政院长苏贞昌行过威权时代，亲身主持2公约第3届国家报告，感受是特别深。什么是2公约？就是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公约。这是联合国伫咧1966年通过，1976年正式开始。台湾伫咧2009年立法院3读通过2公约，开始人权之路。去年的5月25号，我们通过了亚洲第一个同婚专法，已经有4033对登记同婚了。伫咧公民甲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当中的第6条，若是无废除死刑的国家，毋是犯人重大的罪，袂当来判死刑。上届去互人权团体来应用，毋过内底嘛有注文，袂当用这条来然后也是阻挡死刑的废除。若是台湾伫咧公民活动自由程度，去互非政府的人权组织伫咧亚洲地区唯一一个去用评断做开放。现在我们的这个监察院的国家人权委员会，等于在监察院底下跟监委一起共同运作这个监察权这是我们的特色。为着要写第3届报告，8个月以来是开68届会议，政务委员罗秉成形容最难像是做68届三检才催生出来，一定12月初10提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希望未来台湾上美丽的风景是人权。记者综合报道。美军的特战部队去年2月有公开一段宣传影片，出去互媒体发现讲内面有俱乐部的背景是伫台湾翕的，咱台湾的乌影直升机要上镜头。另外，咱也发现讲美军有来台湾协助国军训练的画面是头一摆拍出来，而且最近中美的战机一直拢飞来到台湾附近。有专家也表示讲，这是中国伫西沙群岛进行军事演练有关系。这些的士兵也穿做弓箭，而且执行紧急后送的任务。这是美军特战第1中队去年发布的宣传片，最近去互台湾的媒体发现，影片当中有部分毋但是以台湾军营做背景，还佫有穿台湾军衫的特战官兵，甚至还佫出现陆军甲 UH-60M 乌鹰直升机，
和美军伫台湾协助训练陆军着战人员的画面，头一摆互大家看到。有关影片内容的部分，都是属于正常的军事交流。英国对美军敢会来台湾协助国军训练的消息，拢列做机密，敢若会当做袂当讲。不过，即届国防部真罕见证实即件代志。学者分析讲，台美的关系有变较好。美国即几年嘛，改用非官方的管道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唔但达成伊的目的，嘛闪开中国反弹的声音。他把这意思传出来，可是他并没有说，就是一种认知战的一个反制。美国也现在开始用这种认知战的方式来告诉中国说，我美国的势力在这里，我美国跟台湾是有很多的一个互动。美中台的关系最近嘛，因为美国甲中国的军机直接伫咧台湾4颗雷亚的空隙咧拼场，受到大家的关心。美国军机已经连续8天伫咧台湾的西南方附近出现，而到国际上发现讲，美国有5架军机拢出现伫咧巴士海峡，也若中国军机早起11点，搁一届侵入台湾的西南空隙，差不多甲美军 RC-135优侦察机同一个时间出现。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5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 ADID，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28、29这2天，中国军机拢有出现伫咧台海的4颗位啊。台湾的空军用公报甲因驱离，美中两边先拼先竞争的气味是真高。今年顶半年，中国军机扰乱台湾已经有16届。学者分析讲，美中的军机真正出现伫咧南海附近，甲中国7月初1要伫咧西沙群岛的军演有关系。预测南海的局势可能会继续真紧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疫情吞大全世界，台湾说伫防疫这个所在有真好的表现。不过，咱台湾犹原夹伫美国甲中国之间，就长期伫咧观察台湾政治的美国学者表示讲，台湾就趁着这机会继续拼催压外交，脱离美中台关系，继续和其他国家交朋友。全球疫情摊销，也毋过国际强权的竞争，并无因为疫情暂停。中美两国伫咧台湾海空的领域相拼斗。疫情过后，台美继续保持友善的关系，北京加强施压台湾的力量。台湾正侪年来拢是爱钱找中国安全靠美国的局势，伫咧美国 Trump 总统的连任压力之下，现在敢若会当见高平。在我们内心的深处知道，台湾最大的利益是同时跟两边都能够处理好关系。那比较残酷一点的话，就是台湾只能选择美国，因为大陆开的条件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美国疫情烧袂停 ，Trump 面对连任的压力，大动作来追究中国的责任。同一个时间，美国国会嘛通过真侪项友台的法案。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认为，美台之间应该爱赶紧签订贸易优惠的协定，上解实际。不要把自己认为说我们可以在美中之间的矛盾里头的获利。我认为我们的机会还是在于能不能从美国手上拿到更多贸易开放的让步。就是譬如我们的 TIFA 谈判，为了我们美国人的总统选举，我们的候选人都会说有些很漂亮的词，就是我们一定会帮助台湾。我们的说法跟我们的行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台湾防疫战争拍了正水开，美国、日本、澳洲等等大国嘛拢大动作表态支持台湾，也毋过宣布提案来支持台湾参与 WHA。不过，台湾的催压外交得到各国关注。长期研究台湾政治的美国学者南乐观察，一半冬以来，台湾伫咧国际媒体的形象为负面的麻烦制造者，转做是民主国家的防疫典范。这个肺炎的情况越来越好。那这个口罩外交不会有一样的有影响力。在政府下一个挑战就是怎么可以找一个另外的方式来保护台湾的国际地位。南乐表示，台湾爱掌握这波后疫情的机会，继续和国际友人往来。这是台湾伫咧美中之外，另外找一条路，寻求国际地位提升的长期战争。记者尤金张玉随台北报道。有一间台湾的物流公司，号做台湾替配通，是一间有赚到钱的公司。不过这3年来，因为违反劳基法，去罚款超过10摆。因的月间也决定讲要成立工会，希望会当改善加班却无加班费的劳动条件。东元集团下底的台湾替配通，是台湾物流业当中头一间上市的公司。疫情期间，体经济有成长。
公司今年前3个月的营收累计有9.7亿，甲去年同期来比有增加，企业看起来是有趁钱。不过，台湾汽车会运成都产业工会表示，常常接到这间公司送会员投诉讲，提配通的劳动环境比其他的业者要搁较歹。基本上有非常多员工跟我们货运工会投诉，就是说，只要他们做到超过晚上7点、8点之后，就没有办法再领取加班费。产业工会指出，台湾有4大物流公司，包括承德物流、候鸟的嘉里大营、甲提配通，其中嘉里大营甲提配通拢是上市的公司。2017年7月份到今，嘉里大营违反劳基法是上侪届，有17届，过来是提配通有11届。因为安尼，提配通嘛决定要成立企业工会，希望会当改善目前的状况。其实宅配通在我们嘉里大荣、新竹物流，甚至是我们邮政。等等的几家规模比较相近的企业里面，他们的薪资水准都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这么多年来也几乎没有调薪，所以他们也希望可以成立工会跟雇主来进行协商调薪的这个部分。劳检的时候开罚都只有2万5万，那对这些企业来讲根本不痛不痒，9牛1毛啊。问题是我的营收动辄上亿、上百亿。产业工会讲，物流的营业所全台湾拢有。各一间公司若要成立企业工会，并无简单，而且要有头家人的施压去调查送会员敢有参加工会，所以早起去劳动部外口，呼吁劳动部都要保护新的工会，而且针对违反劳基法真侪届的企业，要提出具体的办法。劳动部表示，头家人若是对工会有任何无适当的干涉，拢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若是认定是事实，相关会当甲头家罚15万。记者综合报道。在高雄前镇有一间化学工厂，在今仔日透早发生有毒的化学物质苯泄漏，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的悲剧。是因为底苯的化学槽已经满，刷尾时阵造成苯外泄，才会造成这场意外。消防员穿规束的化学毒物特有的防护衫、甲面罩，全副武装接入去化学工厂内底。根据厂方表示，透早6点的时阵，发现姓黄的员工昏倒伫咧工厂内底，还阁闻到真臭的味，才知影已经出代志啊。那个时候发现说，哎，怎么有浓度啊？然后怎么就到现场去啊，都看不到人啊。到现场去看到怎么昏倒了，就立即通知那个救护车。姓黄的员工送病院了后，也是救无回来。因那环保局嘛随赶去现场侦测，因为漏泄的气体是有毒的苯，是劣管的毒物。伫咧一般的温度都有可能会烧起来，对人体的中枢神经有影响。代志发生了后，工厂这边并无伫咧半点钟以内通报，先裁罚100万。将这个苯要移槽到第2槽区的槽体的时候，那因为员工作业没有去注意到那造成这个苯这个满槽之后呢，然后溢出。那目前的现况就是溢出量初估大概有10吨。这桩工业安全的意外，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劳工局随下令这间化工厂要停工，也那消防员伫咧现场喷真侪泡来压制苯的挥发，而且继续伫咧现场监控，避免佫有漏泄，佮有人使着超量的苯来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南投一级的水坝起好了后，杀害落水客的溪床，一年比一年搁较低，溪水食真深，边仔大粒石头拢走出来啊！这代表讲水坝有可能随时会崩起。第4河川局也当咧警示，未来会甲这个关架坎的溪流做改善，这个关架坎也会豆豆消失。接近暖水岸下开落水溪，因为大石头去互暖水岸砸掉咧，年久月深安尼强，伫咧河床形成当地人嘴里讲的水雕的山谷。我们从小生长在这个浊水溪的旁边，不曾看过，是自从集集南楼院完工了以后，几年才开始有这个峡谷地形的出现。比较硬着一点的就变成一个小山的样子，比较软的地方它就流得比较深。接近暖水岸2003年启用了后，水尾因欠幼石站，除了水调的山谷，沿线水墙切怪特殊地形，佮加上西头、墙边两座山的生态真丰富。生态相机翕到山料肉、姜仔、乌尾鸡出现，地方嘛顺势来扫一日游的行程。毋过行水区的水流，但是向福州堤防的方向来山顶荡超1公尺左右，爆发去用乌坑或者是崩起的威胁愈来愈大。因为它每一年慢慢的刮深了以后，
以后如果有大洪水的话，恐怕会冲毁堤防这一类的话。针对这件代志，水利署第4号船局已经启动河川整治计划，除了针对爆发坡面改善工程，嘛用设乱刷坝的方式来减轻河床变侵。适合举出了堤防的基脚的部分的保护，还有就是在河道里面我们设一些固船孔，大概希望能够它下刷的情形能够稳住。一年投入像最近气球的投入大概就有3000多万的在治理。不过对河川整治工程，水调刷沟的警治嘛会豆豆消息。不过居民认为讲，生命财产安全更较重要，嘛会把即马这个背地创造在地生态旅游的特色，互民众愿意来德山佚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立动物园的鸟鸻圆昨顺利生产，而且这回是透过人工的方式，予伊有心。目前这个鸻仔囝是先用人工饲养的方式，咱也做回来看卖。面对镜头的大鸟鸻圆圆，明显不安，一时求做伙清洁散得，一时搁倒里涂骹。保育员赶紧饲食蜂蜜水来补充体力。5日节连假最后一天，圆圆咧甲阵痛对抗，经过将近5点钟的接驳了后，下到1点53分，囡仔总算用真响的叫声宣布来到人世间。囡仔出世了后，圆圆赶紧甲伊胃涂骹夹起来，上班不爱抱条条。毋过，就像生第一胎的时阵，甲囡仔夹伤，即个圆圆搁伫囡仔的身上留下1-2公分的空喙，加上长时间无饲奶，医方决定甲囡仔带伫妈妈的身躯边。5个多小时没有吃到初乳，那进入另外一个状况，我们必须把小宝宝取出来。有一个小 L 型的伤口，也是3更半夜就把我们的兽医主任召唤过来，立刻做好手术。为着要互囡仔啉到妈妈的奶，医方嘛费尽苦心。那这18cc 坦白讲也是得来不易，因为必须靠我们同仁像是羔羊跪乳一样的，就要跪在地上，能够匍匐前进，能够把初乳给挤出来。特别满16岁大鸟鸻圆圆，2013年以人工受精的方式生下查某囝圆仔，相隔将近7年，第2度来生囝，小小嘛是人工受精，主要是团圆圆到打游玩抓袂到自然团种接待的方式。第2胎囡仔重量是186公克，大约比这只圆仔出世的时阵重一寡，两者相像拢非常古锥。医方估计大约半年了后，就会当甲大家见面。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伫咧台北市有一间咖啡店，特别饲一间小鸻，甲人客做互动，煞去互人检举讲店家虐待小鸻。经过动保处的稽查，因为牵涉到虐待问题，店家恐怕爱食罪。去互手啊白条的小鸻，叫做 Rocket， 放饲伫咧咖啡店。头家讲消费者会当甲伊互动，毋过网络有影片流出来，讲主人放狗甲家，甚至有人检举主人摕网球拍甲拍，致使伊流血。因为这个代志牵涉到虐待动物，下晡台北市议员会同动保处来稽查。这个主人坦白讲伊有做毋对，而且几啊届行礼甲回失礼。对不起，我没有就是把我的浣熊顾好这样子，然后造成大家困扰。这个主人强调讲，家己甲小鸻的感情真好，是因为小鸻拄着起笑的时期真歹管教，伊毋知要安怎才会做出无好的示范。毋过这已经是年外进前的代志，动保处表示，这个主人可能会罚罚款，而且店内的小鸻嘛要全部拢不收。那它的罚款集聚是15000到75000元，好，大概是这个部分。那我们会在会依它整个案情的去决定说我们要罚款到什么样的金额。动保处表示，小鸻是一般的野生动物，会当饲，不过问题可能是出伫咧，敢会当伫咧咖啡厅展演，也就是展示动物而且收费。虽然这个主人强调讲，后期已经无咧展示甲收费，不过动保处还阁需要甲农委会进一步来讨论，查清楚敢是有违反动物展演管理办法。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传承古早的农村文化，台湾鲸鱼文化协会特别伫宜兰有一块地，设计活动，要互爸爸妈妈带囡仔来遮体验传统的做事、饲牛、甲地产的农村生活。水牛拖大人含囡仔伫田里底做事，看起来那像真心色。以前伫农村接看会到的情景，现代社会煞早早消失。台湾鲸鱼文化协会为着推广鲸鱼文化，专举办体验活动，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报名参加。特地想要带孩子来，对，然后下去耕田，然后下去认识这一块土地。很多的牛，
还有什么牛？黄牛跟水牛。水牛，第几次看到？第一次。现场除了水牛，佮通互小朋友摕草来饲黄牛。这对头摆参加的囡仔兄、囡仔姊来讲，也是一种新的体验。主办单位希望这款含牛同齐做田，佮有饲牛的活动，那会使重现早期的农村文化，嘛通教育囡仔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一定要传承啦，一定要办啦，这嘛是一定要透过。咱的政府啊，咱的农委会来扩大来办。透过耕牛，让大家有机会去亲近。原来以前农业社会还有用牛在耕作，那有一部分也是透过耕牛，让大家有机会可以再重新回到土地上，然后跟土地有比较深的连接。虽然这阵做事已经现代化，耕牛也已经互利便的机械取代，不过协会也是希望透过这款的活动，让民众重新熟悉土地，同齐守护咱所生活的环境。这综合报道。对2015年开始，有一群少年人开始协助有路保厝的家友，也举办各种活动，邀请民众来参加，希望众人会当发挥暗心，了解社会问题。一群人坐做伙讨论的是团队的支出控制，但是因并不是一般的商业公司，是一间专门为街头有路保厝民众来服务的社会企业。阮主要活动的所在是伫咧台北车头，伫遐有将近差不多有100位的有路无厝的人伫遐，所以讲阮平常时的时阵，阮会去遐。可能是上便当，还是去开讲，实在甲大家做朋友。亲身参与，用开讲实际了解有路无厝的人拄到什么生活困难，但团队成员嘛捌因为感觉无能力改变，一开始并无适应安尼工课。和人接近之后，应该说你就会看到更多，比如说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从可能原本的我们所谓的一般的生活好了，坠入到街头，其实蛮常会经历一个人状态很反复的时候。对，当你看到一个你身边很亲近的人状态反复的时候，然后你陪伴着他，其实你也很容易会被那样的状态吸进去。后来，伫团队队员的陪伴之下，和静茹度过家己心内的迄关，为办公室行出来街仔路。其实不管倒一种，拢是咧帮助别人，就亲像人生百味当咧做的代志。透过真侪方式协助有需要的人，对因来讲，帮助并不是孤一方面的，是参与者互相往来所形成的互助连结。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有艺文团体结合民谣、念歌加戏剧，用创新的方式呈现台湾捌发生的历史白色恐怖，把这段有血、有痛苦、也有目屎历史重新创作，也得到2020年台新艺术奖的年度大奖。郭钦佩念歌，哪唱哪讲，哪讲哪唱。搁一边技术大汉剧团民碧歌的舞台顶悬，白色的布一张现过一张。这是台湾为日治到民国老血含泪所行过的痕迹。陈碧豪用台湾民间讲故事的方式念歌和歌谣来唱台湾白色恐怖的历史。你就是一句7字嘛，啊7字内底你爱去写一个情景，还是讲你爱写一个感受，其实。民碧歌运用台语、客语、华语来呈现人物。表演者陈碧豪表示，用台语来创作歌谣，对伊来讲是正大的挑战。就算讲阮自细汉有咧听有咧讲，嘛是离阮还阁做远。就算我有去学过3个月乐器，嘛是还阁无够。按照月琴念唱，甲台湾现代故事一字一句拢唱入去传统的调内底。故事发生伫全台哟，人讲白色的时代。民碧歌的巡回表演，并不是伫咧专业的表演厅内底，因甲剧场搬到民间，观众有8成以上唔捌去过剧场看表演。直到册面顶所写的事件，都伫咧眼前来扮演。亲爱的春兰，你还在妈妈肚子里。我就被捕了，父子不能相视，呜呼。就是对于这个历史或者是他自己不具有的记忆，会有的很多反省。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回馈就是为什么我不知道。
在歌剧团以面壁歌得到2020年台新艺术奖无分类的年度大奖，应该担当的白石腔部门件变作是声音的剧场，并且和维族民众来创造连结。记者尤维珍台北报道。明仔载台湾地区透西南风，中南部地区可能会落地阵雨或者是雷公雨，也要请民众要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北部地区对28度到37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7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新闻的最后也带您来到意大利来去看因救海翁，也感谢您收看今下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推小姐。前几天甲朋友冤家，心情有淡薄仔艰苦，真歹势。咱今仔日要讲的事是吃亏。吃亏汉字写作吃亏，罗马字写作可以吃，可为亏。吃入声第4调。亏第1调，吃亏其实就是现代词可怜啊的意思。早前常常咧用，不过现主时已经较少人用啊，真无彩。吃亏是一个真水的词，若无人用，则真正是可怜啊。甲伤心、吃亏意思差不多的，阁有怨气、气心、懊恼。忧愁、郁卒、苦楚、心酸等等，台语词内面有这么多伤心的话意词，才有人讲，咱台湾人是对伤心真有感觉的一个民族。嘛无怪古早的台语歌、台语电影内面，悲恋拢是上主要的题材，怨气、气心拢是心情无好。不过，这两个词较有吼，拢是你啦，这种怪罪别人的意思，甲吃亏这种较属于自卑自叹的感觉无同。懊恼是无甲代志处理好势，所以感觉真后悔的心情，主要是针对代志发展的烦恼。忧愁甲郁卒是长时间的伤心，有可能因为感情状况。生活也是为着人生大细项代志咧烦恼，大家拢会心糟糟，足无快活。若苦楚甲心酸吼，迄种感觉较强，若像心肝头有尖咧尾共款，亲像有人讲，我君离开千里远，明日思君心酸酸，迄种苦楚甲心酸。人讲好花难得成相对，心美无伴伊就上吃亏。虽然大家拢介意双双对对，
有人做伴，不过其实一个人生活嘛真幸福，无遐尼可怜啦。留乞亏怨切，切心懊恼，郁卒苦楚，心酸。人的心情有好有歹，真正常。有时感觉家己真吃亏，嘛无要紧。当有困难的时，爱记得振作哦。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